令佢放頭贏噶嘛。因為有時你會有一個綁你輕啲咪走咯，係嘛？佢都唔怕你翻到嚟。但係你一重幫可以就住喎，走得多冇啦嘛。大鐘顯示時間亦都夠啦，今日閘前嘅紅燈呢就剛剛亮起。嚟到今晚嘅第3場賽事嘞噃，就2班嘅1650米啦，出馬8隻，熱門係繼續都係起旺區喎，3.6倍，智取神區3.7，亞基拉就4.5，再嚟就一先生啦，4隻馬呢就比較熱啲。好啦，排閘方面呢，見到起旺區首先入閘，接住嚟就馬路電信巴打、智取神區順利。好啦，繼續入閘呢，就升班作賽嘅亞基拉、紅愛社，剩翻2隻一先生起旺區。第3場嘅賽事交俾閘前啦。最後入閘係起旺區。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3場賽事2班1650，大熱暫時顯示係5，黃旗舉起，隨時起步。好咧，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就係埋邊嗰隻電信巴打，中間有智取神區啊，出邊走上去就亞基拉咧，第4位嘅馬咧就一先生嚟㗎，內欄第5黃衫咧就係嗰隻起旺區啦，後邊3匹馬分別係馬路啦、自力更生啦，咁啊紅愛社就暫時淺藍衫嗰匹咧殿後嘅位置嚟㗎。好啦，轉呢個滿貫彎咯，放咗出嚟嘅馬就係嗰隻電信巴打嚟㗎，響佢出邊就亞基拉啦，第3位外邊係智取神區，埋欄位置黃衫就一先生嚟㗎，再後邊嗰4隻啦，馬路啦、起旺區、內欄呢，咁啊慢慢上翻啲進佔尾4嘅黃衫嗰匹啊，後邊2隻分別係自力更生同埋一隻呢就紅愛社嚟嘅。開始跑對面直路咯，電信巴打呢就放頭嘅，亞基拉呢就跟住個第2位啦，一先生第3，呢隻呢咁啊智取神區呢就跟住個第4啊，第5位黃衫呢仲有呢隻起旺區啊，後邊3隻馬路啦、自力更生啦、淺藍衫暫時殿後，仍然係嗰隻紅愛社嚟㗎。去到對面直路尾過呢個600咯，前面放嘅馬匹呢都仲係呢隻電信巴打，亞基拉就第2位啊，第3位埋邊呢就一先生啦，第4位智取神區位置變動基本冇喐過，第5位起旺區，第6位馬路，後邊2隻自力更生同埋一隻紅愛社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電信巴打仲有1個馬位優勢啊，見到呢個時候智取神區外邊冚上嚟啦，入邊位置追，仲有一先生，2個馬中間仲有亞基拉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隻起旺區，最後50米到智取神區外邊透出啦，但係埋邊亞基拉輕寶我上翻嚟，再後邊嘅馬呢，仲有一先生起旺區同埋電信巴打接近終點，叮當碼頭埋邊係亞基拉，出邊終點上翻嚟啊，智取神區啊，2隻馬相當接近啊，第一眼望呢似3嘅，因為終點嗰步壓咗落去，但係都要再睇多次啊，外邊智取神區入邊亞基拉跑第3名嘅馬呢，就係嗰隻一先生，第4名係電信巴打。3號嘅智取神區啊，咁啊潘頓啊，臨尾3.6倍勝出5檔喎，咁啊跑第2名呢就係8號啦，即係亞基拉啊，鍾易禮啦，第3名2號嘅一先生班德禮，第4名嘅1號啦，電信巴打氣衛森。咁啊，最後就大二 Q 啦，3搭8啊，都順利開出啊，不過都好精彩喎，2匹馬最後都鬥得啊。我就知5檔過3關啫。咁啊，成哥都起碼啊。唔關事啦，講都冇問題啊。益下大家啫，提一提啊。咁啊，頭二馬都等翻張相先啦，第3名嘅2號，第4名嘅1號啊。睇翻重播咯，大熱暫時顯示係5，黃旗舉起，隨時起步。好咧，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就係埋邊嗰隻電信巴打，中間有智取神區啊，出邊走上去就亞基拉咧，第4位嘅馬咧就一先生嚟㗎，內欄第5黃衫咧就係嗰隻起旺區啦，後邊3匹馬分別係馬路啦、自力更生啦，咁啊紅愛社就暫時淺藍衫嗰匹咧殿後嘅位置嚟㗎。好啦，轉呢個滿貫彎咯，放咗出嚟嘅馬就係嗰隻電信巴打嚟㗎，響佢出邊就亞基拉啦，第3位外邊係智取神區，埋欄位置黃衫就一先生嚟㗎，再後邊嗰4隻啦，馬路啦、起旺區、內欄呢，咁啊慢慢上翻啲進佔尾4嘅黃衫嗰匹啊，後邊2隻分別係自力更生同埋一隻呢就紅愛社嚟嘅。
開始跑對面直路咯喎，電信巴打呢就放頭嘅，阿基拉呢就跟住個第2位啦，一先生第3，呢隻呢咁啊智取神區呢就跟住個第4啊，第5位黃衫呢仲有呢隻起旺區啊，後邊3隻馬佬啦、自力更生啦、淺藍衫暫時殿後，仍然係嗰隻紅外射嚟㗎。去到對面直路尾過呢個600咯喎，前面放嘅馬匹呢都仲係呢隻電信巴打，阿基拉就第2位啊，第3位埋邊呢就一先生啦，第4位智取神區位置變動基本冇喐過，第5位起旺區，第6位馬佬，後邊2隻自力更生同埋一隻紅外射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電信巴打仲有1個馬位優勢啊，見到呢個時候智取神區外邊冚上嚟啦，入邊位置追，仲有一先生2個馬中間仲阿基拉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隻起旺區，最後50米到智取神區外邊透出啦，但係埋邊阿基拉輕寶我上翻嚟，再後邊嘅馬呢仲有一先生起旺區同埋電信巴打接近終點，叮當碼頭埋邊係阿基拉。你有里程碑，我有里程碑爭啊！結果就智取神區呢度先啊！潘頓又邁進啦，1700多步啦。諗住縮落1650會唔會即係冇咁好跑啦？佢早段直頭 fit 到有啲搶口喎，隻馬。佢捉得好緊要係咯，潘頓真係原來真係 fit 到縮落嚟都冇問題啊！不過佢就真係佢有千百氣量，臨尾終點前又谷翻上嚟啊！咁啊攞埋150萬嘅遞增獎金啊！智取神區咁啊，終於一對升班上嚟㗎嘛，爆 Q 啊！智取神區阿基拉一先生有啲飛好唔對路嘅，其實都照計都冇跑，係咯，係啊，褪到60幾蚊，一滴飛都冇啊！哇！咁姚本輝有時啲馬一走樣起上嚟呢，其實呢隻都算走樣。咁啊，睇下啲預計派彩啦。跑第1名係3號嘅智取神區，獨贏派36蚊，位置派13個半。跑第2名係8號嘅阿基拉，位置派13蚊。跑第3名係2號嘅一先生，位置派20個半。跑第4名呢就係1號嘅電信巴打，連贏3搭8派58蚊。二重彩3號8號順序派147蚊，三重彩3號8號2號順序派471蚊，單天呢就派102蚊。位置 Q3 搭8派27蚊，2搭3派44個半，2搭8派42蚊。咁啊頭先嗰場馬 T 頭關就好冷嘅，呢場呢就熱門啊幾隻。4年。4年話1號、2號、3號、8號派101蚊啊！咁啊，頭先嗰場四重彩好分啊，呢場就3號、8號、2號、1號順序派1673蚊啊！爭得遠咯。係啊，呢場係熱門啲啊啲。